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对啦，我伫要酸仔鸡要互你食，妈，莫生气啦。啊，你无甲我扶起，我是安怎食？好，把你扶起来。是嘞，妈，真少哦，我甲你分分嘞。阳路，我这个怪媳妇，妈妈较早拢误会你，你得爱原谅妈妈。从今以后，妈妈绝对会足疼惜你。把你当作妈妈亲生的查某囝来疼惜你，妈，兄弟诶，妈，安尼，妈甲你讲，你若无好好疼惜兄弟吼，你皮就变较暗的，知影无？妈，妈。妈，大进步来啊呢！你去规开讲啦，这代志我做就好啊。免啦，我身煞切切的，啊你莫搁目睭啊！妈，安尼歹看啦，我来就好啊啦。我一个怪心妇的。来，坐，大进步你坐吼，我来提哎呦，大进步啊，你来啊！特大，有要紧无？大进步啊，我咱一家口的安尼快乐乐吼，实足感谢你的哦。哎呦，老东西啊，当你若要安尼讲啦，哎呦，只要恁一家伙啊吼，若会当咧欢欢喜喜，大家好好过日子，啊，我这个大进步啊，就欢喜啊你咧。对啦，那安尼哦，阮拓堂的头壳唔得白红白空的。特大啊，真歹势哦，我为着我，你头壳煞伫咧受伤。无要紧啦，莫向使哦，石头路我全拢嘛无要紧。来，这几个啦。啊，多谢。大脚。妈，这几个。好，大进步。啊对啦，安尼啊，隔壁迄个万户啊吼，唔知有弟弟也无吼？你要找伊哦，我来甲叫。别。做了，我万户啊，自今开始就抓，从今以后绝对无爱跋筊，无爱甲人相输。今仔日虽然讲我将所有产业来甲人相输啦，但是放心，我从今以后一定会坚卡打拼，想办法将这产业赎倒转来吼。做了，一定要保庇你的事业万户啊！从今以后一帆风顺，吼，平安无代志。万户啊，
大舅啊，有啦，有看啦，我知你来啦。啊你是无欢迎你啊？无啦无啦，大舅妈，坐。来，大舅妈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来啦，你今仔来啊吼，欢喜啊，呢无欢喜安尼啦，回去照紧照行啦。我小叔甲处理吼，我足认份啦。来，所有款项拢有啥？你摕去。哦。这啊？啊，但是我讲哦，袂用牙袂挑，有一天我一定要上到转来哦。啊？你要搁上倒转去哦？啊呐。啊，我哪唔呢？你为啥唔啊？啊，我即马都要用你敢袂用的笑？啊，爸你跟不行啊，什么意思？大舅妈，多谢，多谢。你，我袂安尼，连你红讲赢啊话，我当输赢，我输赢，你说你听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，万富啊！当迄时你跟咱咧相处是意思的，等我甜这是要创啥啦？莫搁加计较，莫加计较。来来，阿呆你来。大舅妈。我虽然这土地我拢总无爱地要搁行伊吼，但是你爱知影哦，你都爱替恁老爸保管这土地，爱认真打拼，看会当家发达啊未？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你知你，歹势，阿呆小姐姐啊，对我退了。安尼是创，安尼是创啦。无要紧啦，我甲对来看卖就知影，我就要转来。是安怎啦？你是安怎？你有够无意思啦，无站在啦，是安怎？安怎？妥当的啊！啊，等你今仔日是安怎，咱甲阿呆歹甲安尼啦？都是咩？就是啥？就是为你这种人啦，社会改袂进步啦，道德改沦落啦。你哪会骂我？我哪袂使骂你？像你这种人无信用、无道德的人，我袂使骂你哦。知啦，无采阮师藏我，一定咧帮助你啦。哇，妥当的啊！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你嘛将迄个意思讲出来，互人知影。对啊，你爱讲出来啊，无我听到雾煞煞，我听拢无呢。雾煞煞，你莫假啊！咧雾煞煞，我问你，你有去也是个叫做啥阿坤的人，都要去开车无？有啊，啊，你若无去，对吼。对，你收着吼。你有代志哦，嘛爱去敲一下电话，人讲一下，害人的车囥在外口咧晒日头，无去开车。你无爱趁钱哦，人要搁生活啦。哎，甲即摆搁咧等我。当然啦，像像了无信用。惨啊！我阿呆一向做代志哦，上讲究信用啦。啊，即回就是为着死安尼因老母啊，去带病院，我甲母这个工课，母甲全哦，袂记哩。啊，我当信用拍歹，但毋知要安怎做。好啊，家拄啊好，头一摆就去拄着我。真正头一摆，真的。好啦，莫搁遐生气啊啦！阿呆啊，你既然若甲有人约束吼，啊你甲人背信就是毋对啊，赶紧去甲人回信咧，啊应该爱背人偌济，就去甲人贴。是，大进步啊！赞，我来。紧去。唔来，啊那唔去搁玩倒转啊？我歹势咧，啊我即摆去若去看到阿坤啊吼，我话讲袂出，毋知要安怎讲。哎呦，你这阿呆哪会安尼啦？这歹势啥？啊你安尼就歹势，后摆要安怎甲人斗阵做生意，够无路用的。好啦，大进步啊，陪你来去。哈，大进步你要跟我来啊？是啊。多谢，哎，大进步，请。吹啦，别安尼啦。哎，安尼就行咯，你大家继续吹啦。哎，轮上。我就算咧。唔爱，啊你两个就真趣味啊嘿！啊找人找甲去土大海咧创啥？卡酸啦，嘛休困一下。哎，袂情吹就干那想要休啦。哼，我真无你的法。咦？哼，啊，这台车都阿坤哪的啊？啊？嘿，这台是阿坤仔的。号码同款啊。啊，那安尼伊一定住伫遮附近。这间就是啊。啊，行。伫遮楼顶啦。啊，伫楼顶啦。行。这间，对唔对？无唔对。啊，上。
我就看嘛。好啊啦，莫搁气啊啦！你是要甲饲互小气笑？啊，叫人啊。叫人啊，都无人出来，就是无人伫咧嘛。华呆啊，你自己是对啊毋对啦？无唔对啦。你是会惊讲去见着阿坤啊，超工吼，无爱带我去吹，甲我带咧四界安尼玲珑色咧。哎呦，天啊地后遐饭咧，我绝对唔敢。无唔对，台北市上八德路2段15弄4号，这间对啊，无你自己甲看，我对拢对啊。对啊，自己都对咧。对啊。啊奇怪啊，哪会无人伫咧哈？啥？敢会开车出来做生意？无可能，咱伫楼骹都要徛来时，伊的车放伫边啊，我有看啊。对。啊，伊的车放伫遐咧。阿三，请借问咧吼，这间是毋是住一位阿坤仔先生？阿坤咱兜住来遮无毋对。咱借问咧吼，即摆阿坤仔人无伫咧，伊是去大学？这个时阵大概去幼稚园才走囝。去幼稚园？请问幼稚园是伫倒哈？幼稚园哦，伫咧大楼前吼，红天青顶正手边。就开啊呀！那多谢老大啦哈！多谢多谢。好啊啦，你若头壳是要当我落去上？歹势啊！赶紧进来找人啊！红青灯我正手。对，行。我还搁想我。爸爸，小玲，哈哈，小玲，哎，小玲，喂，老先生，老师，你好，我还搁想我来啊。如果你烦恼讲吼，小玲下课还要走迄条，我家走老师你照顾。老先生，你哪要客气啦？像小玲，遐尔捌代志，搁遐尔挑的囡仔，我足介意。照顾伊，只不过是阮做老师的责任。小玲，你等下听爸爸的话，知唔知？知。乖。对啦，老先生，阮后礼拜吼幼稚园举办一个亲子活动，我希望你甲恁太太当来参加。老先生，我哪捌看过小玲伊妈妈来接小玲呢？哦，因为阮太太比我较无闲。唔呀，前妈无爱有呢啦。小玲，你若唔通话白讲话。小玲，你囡仔若唔好学白讲话哦，是妈妈较无闲，唔是无爱你。你等下听爸爸的话，知唔知？多谢你。塞，进来，安怎啦？就是这间幼稚园啦。哦，是这间哦，安尼我就找着啊，哈哈。头前遐有人，咱来甲问啊。好，行。先生啊，咱来借问一下吼。你叫咩阿坤啊？你敢是咧阿孙啊介绍来，讲要甲我租车迄个阿呆？是啦。老先生，你有代志还无慢仔讲啊？我先失陪。好，小玲，再见。老师再见。乖，再见。老先生啊，歹势啦，你嘛莫生气。其实阿呆哦，伊本来就是要去甲你开车啦，就因为发生淡薄仔代志吼，唔才会耽误。代志的发生吼，就是因为吼。原来代志就是安尼哦。是啊，所以哦，请你莫生气吼。我要哪会生气啦？阿呆啊，亲像你这款人吼，凭良心讲，我上该尊敬的人。所以讲吼，我已经决定用我的车租予你。车要决定租啊？阿坤啊，刚才有个计程车顶哦，放一块卡拉 OK 啦、报纸杂志啦、电视周刊啦，都有人去看，人听才袂无聊。你唔是呢？你车顶哦，搁放一水查囡仔的相片。阿呆啊，你误会啊，迄是阮某。恁某？这恁太太哦？是嘞。看你哦，甲你小玲爸囝感情安尼好，而且哦，车顶搁放恁太太的相片。看你这么啊顾家哦，你家庭一定足幸福的哦。敢会？
会啦，我阿呆咧看人绝对袂去看唔到伊啦。后影，咱这车租要安怎算啊？哦，看你走偌济，你就趁偌济啊。安尼你了真济钱呢？了紧啦，只要讲会当找到小玲因妈妈吼，佮了较济我嘛了紧。啊，恁某毋是甲你住做伙？本来是住做伙，也毋过伫2日外前，伊就已经离家出走。哈？离家出走，这么无责任嘛？哈？安尼伊是足无负责任的呢。是我毋对，毋是伊无负责任。你讲啥？伊放翁放囝唔管，安尼伊就是无责任啦。是我赶伊走的。哈？你赶伊走的？不要紧啦，无我才趁机会，甲恁某斗找转来。你要斗找阮某？嘿啊，我若甲找转来哦，咱查甫人较软嘞，甲回一个失礼，甲道歉就无代志啊。青红衫裙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找几工找也无人啊！唉，我看哦，连当今食来，通经过来找。害我将油问来找金凤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。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金凤，也是对。蔡英姐啦。哎呦，多谢多谢。啊，这边阮阿呆吼，加菜炖了恁2个贵人，啊若无吼，香果都不堪设想哦。所以无论如何吼，你一定要好好住在阮厝，安尼互我好好甲恁招待一下。对，师，你讲了对，我看那个大。你来贪心哈？无问题啦，你若住偌久吼，就做恁住偌久拢袂要紧啦。无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遐尼啊，甲你责做啦。而且阮这款修行的人吼，啊，佚佗啊已经佚佗去啊，啊，转去就应该爱转去嘛。是安怎啦？你若遐尼啊贪心嘛，啊算啊已经算啊，佚佗啊已经佚佗啊，啊毋转去是要创啥？我哪有佚佗着？啊？敢无？哪有？自学生到即马，我拢还咧带便宜。莫讲佚佗啦，连互我表演的机会拢无啊！哈，你遐爱表演呢？哦，咱下山来的目的是要创啥？是要来办代志的呢，甲要来替人帮忙的呢。啊，什么要表演？啊，你若遐爱表演哦，下面规气去作秀。作秀？特等哦。好啦，我规气哦，恁好好参详作秀的代志，啊，我来去准备便菜饭互恁食。慢慢去做，唔通啦。对啦，我免来免煮啊，来免麻烦。好啦，咱
遐尼好咧，咱无人食吼，会中讲呢。嘿，我情我会做人吼，也毋捌看过像你这种安尼，遮爱食安尼，这么妖怪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。阿呆，你倒来哦。我食饭啊！我倒三间。哎，大姐我来遐坐，我来传我弟念着要食。别安尼麻烦你啊，你啊。你听去，你去演唱对无？嘿，我看偌济，按偌济我看。好。哇，我面的1000块的了。大金宝啊，你看阮按偌济钱的，一个唱哦就赚1000块了。哎，我也真熬真熬，哈哈，爱甲熬了，爱搞了，阿呆你这熬的。哎，那1000块是我下早要出门，你替我砸1000啦。这是我下早互你的哦。嘿啊。啊那呢？你叫我赚着钱呢？啊，我今仔都无载人客啊。你无载人客哦？嘿啊。那呢？你是毋是去风流？哎，我就抓，我毋是迄种人哦。我知影，你哦，你绝对是去风流无毋对的。毋是啦，绝对毋是的啦。可可毋是，若是无，就是去外国。再来，你听我解释吼。你无需要讲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即摆已经决定，我已经决定，要甲你离婚。哎，笑啊笑啊！想袂到热心要来帮助阿坤的阿呆，煞来引起着因某的误会。大金宝又搁要安怎来排解？大金宝出马，果然轰动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感谢大家捧场甲支持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金宝要送大奖给观众朋友就要开始咯，敬请大家千万要密切注意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甲阮收看大金宝。大金宝串江湖。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，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先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，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